见。哦。哎，你看，前面有光，这什么地儿啊？看去，走。哎呦，我天，这什么地方这是？看什么呢你？看什么呀你？出来吧，我知道你们躲在一起。就是你吧？对不起啊，我们俩我们不是故意也不知道怎的。么就走到这儿来了。你们就是故意的，这也不能怪你们。爱看美女，这是男人天性。谁叫我天生丽质，连洗个澡都能惹来狂蜂浪蝶。我们其实也没看太清楚，我们就走吧。哎，快！我怎么不能动我也动不了了。想跑啊？你们已经被我点住了穴道。啊，坏了！这要是在江湖上传出去，我们偷看洗澡被人点穴了，那以后还怎么做人呢？没法混了是吧？行啊，那我就成全你们去做鬼。你们这是黑店啊！我把钱给你行不行啊？谁要你们的钱？我只要你们的命。慢着，留住活口。冬晴，这两个人来路不明，很是可疑，而且他们发现了密道。万一他们是官府派来的人，不杀只怕会留下后患。我看他们两个，一个胖的，一个小的，应该不会是官府派来的吧？明眼人一看他俩，肯定不会认为他俩是官府派来的人。但是不能就因为他俩不像官府的人，咱们就掉以轻心啊！万一他们是被官府收买派来的走狗呢？花姨，那你打算怎么处置啊？我看倒不如利用这次机会，好好的严刑逼问他们，趁机问出来，官府到底把你爹杨连杨大人，还有其他忠义之士都关在哪里？严刑逼问。对，严刑逼问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啊，我可最拿手了。我可以把他们的指甲啪啪给拔了，然后再拿烧红的铁块往他们身上噼噼这么一烫，嘿，那很过瘾的。花姨，那肯定很疼吧？那是当然了，还有更疼的呢。还有更疼的呢？对啊，如果啊把他们身上的皮都给扒掉，然后抹点盐，再抹点辣椒面，看他们那痛苦、挣扎、生不如死的表情，那才叫更过瘾呢。大姐，怎么听你们说这话像是在烤肉啊？但是火不能太大啊！我说两位姑娘，你们怎么这样啊？怎么这么心狠手毒啊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，你再不老实交代，我就大刑伺候了。要不然你这样吧，你解开我穴道，我给你跪下，求你饶命，行不行啊？马小飞，你怎么能给这个人下跪了呢？我爷爷说过，威武不能屈，富贵不能淫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不能给这个老女人下跪啊！耶，你这个小兔崽子，你说我老，我哪里老了？我最恨人家说我老了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疼啊！我屁股的伤还没好呢，别打！哎，怎么流血了？我只轻轻的打了一下嘛。这是不是受伤了？快看看。有刺哎！干嘛脱我裤子？不要脸，男女授受不亲都不知道。翰林大学士顾县城，哎，是顾大人的官印。小顾啊，你怎么跟我家死鬼一样，这么一声不响就嗝屁了呢？哎呦，疼啊！对不起。哎，我说你干什么呢？你轻点行不行啊？你以为是我那屁股呢？
你看看这细皮嫩肉的，会不会啊？不会靠别人我来。去，一边待着去。会生会养才是真女人呢，你一个大男人凑什么热闹啊？都饿了吧？我叫厨房准备了一些吃的。哎呀，我们真是饿了。小宝贝儿，来，小少爷。哟，宝贝儿，慢点啊。谢谢花姨。可是花姨，我又不认识你，干嘛老叫我宝贝儿啊？你刚才不还叫我小顾吗？花姨喊的小顾啊，不是你，而是你爷爷顾县城大学士。你们认识我爷爷？何止是认识，而且还有很深厚的交情。花姨原本是熊廷弼将军的第13房姨太太。既然花姨认识我爷爷，还叫我爷爷是小顾，那论辈分，我应该叫你花奶奶。哎，别把我叫老了，你还是跟别人一样，就叫花姨好了。小孩子不懂事儿，你叫花姨就行，我叫她花奶奶。切，不，也花姨，对不起啊，花姨，我有一事不明，你既然是将军的夫人，为什么不骑马打仗，又在这儿呢？当年我家那死鬼也算是东林党人，被魏忠贤栽赃嫁祸，以贪污罪名抄了家。在混乱之中，我藏了一些值钱的东西，我就用这些东西开了这家醉月楼。其实我真正的目的，是想用这醉月楼来做掩护，方便接应那些被魏忠贤迫害的忠义之士。熊将军早已不幸，冤死狱中。原来花姨跟我一样可怜。那姐姐，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可怜呢？我家父杨涟原本在朝为官，就因为他也是东林党人，所以遭到魏忠贤的陷害，告老还乡，竟遭入狱，至今下落不明。真是不说不知道，原本以为我是世界上最倒霉、最可怜的人，没想到你们3个还不如我呢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找到袁崇焕大将军，我一定替你们讨回公道。什么？你们要走？对啊，老太爷临终前托付过我，让我带着小少爷去投靠袁崇焕将军，所以明天一早我就要带着小少爷离开无锡，找袁大将军。哎，不行，你知道袁大将军人在哪里吗？不知道。大将军远在辽东，我没去过，离我们江南有几千里远。你放心吧，花姨不是不让你带着人怨去找袁大将军，只不过不是现在。前段时间我们已经派人去找了。你们只要安心待在醉月楼，相信啊，过不了多久，自然会有人来接应你们的。那怎么行呢？我们2个大男人得养活自己，不能在这儿白吃白喝。哎呀，小宝贝儿，你就放心好了，别跟花姨客气啊。就是小少爷，既然人家这么盛情，那咱们就别客气了。我觉得这儿挺好的，花花绿绿的，咱们连吃带喝的住上一段时间啊。你想得美！你当然得自食其力了。我醉月楼可是从来不养闲人的，你既不识字，又不会武功。你放心好了，太难的活我绝对不会找你的，我都已经想好了，一定会安排最适合你的事。什么事啊？看这儿，龟奴。龟